消基会今日公布2023南部10大消费新闻的排名，前3名拢和食有关系，包含美食大卖场冷冻3种鱼验出病毒，还有欠粮危机，甚至是美国迪拜流向基地。另外，影响到民众消费权益，亲像诈骗，还有演唱会牛票登顶基地，也拢排有名。 去年4月，美食大卖场有3种唔过的产品，互验出有 A 怪病毒，超过4万名消费者受影响。这条新闻嘛，加做消基会2023年南部10大消费新闻的第1名。第10大消基会是公布排名的统计，头3名拢是甲食有关系，包括欠粮的危机，佮有米底的老向，是大家去年上关心的议题。今年的这个方向，重点是放在我们民生 经济上面，所以前3名都是跟我们的食品有关的。那其中在后面也有这个我们高雄一个知名的冰店它所贩售的八宝冰有不舒服的情况。2023年消费新闻甲往过比较，疫情相关议题已经拢无啊，大部分拢是民生的新闻，而且佫增加诈骗、餐厅倒去、牛票等等的事件，显示食安问题是大家上关心。民众嘛表示，除了民生诈骗议题，这几档是愈来愈多。 检拢会注意这款新闻。欠鸡卵是，我是感觉讲无讲欠鸡卵啦，不过菜市仔的鸡卵是有较贵啦。是以民生必须，然后医疗有没有？还有诈骗这个也会，可是像这些不大会。像这个，因为好市多的东西，不见得说小家庭人数少，不见得会去消费。 消基会南区分事务所表示，逐档拢会针对国内重大消费的新闻，由专家学者甲律师选出前10名，毋望民众回顾过去的新闻议题有警戒效果。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